在地上大条来看台南安平的庆平路边啊，一块绿地，昨下晡是熊熊喷一缸水，喷到要3层楼高，和附近的民众拢惊一条。水利局是表示，是原本台伫咧下骹的再生水管来做压力测试，结果壁管来造成的，已经赶紧处理，加在是无人受伤。 一缸水喷到10米遐尼悬，超过3层楼的高度，和民众是惊一跳。大家很多群众在那边遛狗，都在围观，就很像那新加坡那鱼尾狮。这里下晡5点外，伫安平运河边仔的一块地，水熊熊喷出来，造成涂骹出现一个大约2米宽的破坑，土沙全拢互水钻出来，规片都是积水落个霉。国中生放学啊，有一些国中生在那边骑脚踏车啦。 突然就听到他们在叫，就开始水就开始喷出来了啦！怎么会在那个公园上面里面有那么粗的水管？水利局表示，下底是一条再生水管线，一路送到南部科学园区，未供应予民生使用。那造成水喷出来的原因是啥物？水利局讲是在测试加压。这是一个压力管线、输水管线的一个测试啦，所造成的这个冒水现象。那相关的责任及肇事的原因，我们会 技术来厘清。水利局讲，因为风太热要来，也未开学，是管线冷气也是损灯器，也搁爱了解。那这条再生水管线，逐工送大约3万吨的再生水，加在也搁有备用管线，未影响到南部科学园区运作。代志发生时，水利局嘛为线顶的监测系统发现压力异常的状况，水甲所送供电关掉，一缸水钻5到10分钟，不过加在附近无人家厝，嘛无人受伤。记者文正庆台南报道。